台安市有一名2岁女童雄雄得到带状疱疹，也就是俗称的皮蛇，因为伊伫1岁时阵曾经注过水痘的疫苗，加上皮蛇大部分拢是发生伫中年或者是老人身躯顶，所以医生就怀疑可能是疫苗引起的。但是这位女童对发病到好起来，大约1礼拜，比大人2到4礼拜搁较短。医师也建议家长除了公费的第一剂疫苗以外，也应该爱自费拍第2剂，会使避免未来水痘甲皮蛇的发生。她是1岁11个月的小女孩啊，那有可能就是因为施打水痘疫苗长了带状疱疹哈，那这种当然是非常罕见的哈，那可是她其实症状是相当的轻微，那也没有后遗症，然后一下子就好起来哈。那我们就是后来有去就是回顾一些文献呐哈，那还有包括就是台湾它 CDC 网站也有说明哈，就是施打水痘疫苗还是有很少数的机会有可能会引起带状疱疹哈，可是它的几率跟症状其实都是低于自然感染的哈。那另外的话就是还是要呼吁民众就是水痘疫苗，第一个还是要施打哈，而且打2剂的保护力会更好哈，就是除了预防水痘，还可以预防带状疱疹哈。因为我们后来就是有去回顾一些文献哈，那发现说有打水痘疫苗跟没有打水痘疫苗的比起来哈，不仅说可以水痘疫苗不仅可以减少水痘的发生哈，那对于儿童的带状疱疹其实几率也会降低哈，它的发生率大概就是可以大概1/4哈，减少8%，大概减少78% 以上哈，所以还是建议就是除了公费的水痘疫苗在满1岁的时候接种以外，那会建议家属在4到6岁的时候就是自费施打第2剂水痘疫苗哈。那除了可以对水痘的保护力更好，那也可以就是预防带状疱疹哈。目前台湾儿童满1岁时阵会有公费第1剂的水痘疫苗，家长会使伫4岁到6岁时阵自费接种第2剂，如果超过6岁，嘛会使补接种第2剂。但如果已经是得到过水痘的民众，会使伫满50岁的时阵，会使自费来注带状疱疹的疫苗来预防。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。